高一的牙医学生开始，一直努力到现在，毕业了3年了，教育部并没有使出他该有的法定权利来控制、来遏制教育部的违法行为，直到今年初又爆发高一的学生有300多人联名来检举董事会里面的违法董事，用黑箱的方式遴选校长。没有人知道遴选委员有谁，没有人知道谁是校长候选人，没有人知道他们政见是什么，什么都没有，但是就选出校长了。这不是真正的大学自治。大学自治不是放任私人董事会在里面乱搞。这300多名学生写信到教育部高教司陈情之后，没想到高等教育司竟然把这300多名学生的名单原封不动全部寄给被检举的高一董事会，这是明显的出卖，这也违背了这3年来所有为高等教育改革努力的伙伴们的这些努力的成果。我们现在徐玉这边，除了要声援这些高一的学生，并且控诉高教司的劣行，还有要求高一董事会解散之外，我在我身后也有许多各个大学院校，10多个大学院校的学生来这边要表达共同支持的诉求。在这之前，我们先邀请时代力量的洪慈勇委员，我来陈述一下他接到高一学生的这个陈情的时候，他的立场和想法。我们欢迎慈勇委员。各位媒体啊，志萌，还有各位同学陈医师还有我们校委会理事长，大家午安。我想这个议题哦，在前几个礼拜，我已经曾经在教育文化委员会对于吴部长以及司长提出这一个问题。当时候司长在委员会上面的回复是说，因为呢，他们要让董事会知道有这么多的学生以及校友跟他们陈情，所以他们必须把这样的一个学生的一个联署，把它给董事会知道，所以他们把这样的名单给了董事会。我在委员会上面，我清楚地告诉我们的部长，还有我们司长，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说法，我没有办法接受。在质询之后，我跟部长说这件问题我会继续关心，持续关心。好，会后他发给了我们一个函，回了我们一个文，一样非常的荒谬。它里面说，因为这样的一个联署，它有涉及如何使大学校长遴选制度更加健全，是在促进公共利益，所以他把这样的一个资料提供给董事会，请他们妥为处理。如果今天学生告诉董事会就能够处理的话，他就不用找你们教育部了。教育部竟然把学生的资料大拉拉的提供给董事会，如果董事会以及校方借机来处理学生的话，我请问教育部要如何处理？教育部说他发函了给学生会，他说如果有被清算，你来告诉我教育部。如果我已经被清算了，找教育部干嘛？所以我今天我在严正的告诉我们的吴部长以及我们理事长，如果这个案件你们不正面的处理，时代力量一定会来处理你们教育部。这是一件多么荒谬的事情！你不懂得保护检举人就算了，你竟然把这样的资料给董事会，你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这个会有什么样的效果？我想司长心知肚明。所以我今天在这边在严正的要求教育部后续的处理，请妥为处理。这件事情跟最近的校长遴选的一些风波也都有关系。不管是公立的学校或是私立的学校，在校长遴选上面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教育部到现在没有拿出一个办法。我们可以修法，教育部你们要拿出态度。大学法里面的一个遴选制度以及校务会议的一个产生办法，都
都是很有问题的，但是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教育部想要来调整这部分，所以我在这边告诉大家，接下来我们会针对大学法提出修正，针对于遴选的制度以及校务会议的这些代表的产生，我们会再重新做一个检讨。我希望我们的教育部也拿出对案，不要让这样的争议继续下去。谢谢。好，谢谢慈勇委员。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单一事件哦，绝对不是单一事件。今天教育部他不处理是一回事，他今天又把这些学生全部出卖出去这个名单，这不是故意的。什么是故意？高一，我身为当初发起透明革命的学生，到现在毕业了，成为医师校友，完全没有处理。这些学生，这些医学系的学弟妹，他们之后很可能都要在医院里面工作，但是今天却泄露给董事会，这样子拥有权利的破坏他们的团体。我想请问一下教育部官员，请问教育部高教司是陈家开的吗？请问你是台湾的教育部吗？我们现在邀请我们高一的校总会的理事长蓝传胜医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在这几年来高一校友是怎么样子来力争，来对抗这个高一董事会的。谢谢子萌哈，感谢我们今天千里迢迢来这里奔波的各校的同学当然最感谢的是我们的媒体的理事先生好朋友我自我介绍到，我是高雄医学大学校总会的理事长杨医师。那么我想我参与我们高一的董事会的改革，算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那么很简单的说，董事会就是有几个弊病就是说，第一个，他是把我们高一把它当成一个家族化，他自己的好像是高一是他们家的那董事长是万年董事长，就这样选来选去，从他的第三代的祖父到现在孙子3代这样一直下来，已经18届了都是陈家的连任那么董事几乎都是姻亲，那么这个事件是到最后呢，我们要感觉到这个校长遴选的重要。那么校长遴选那个时候是学生觉得说，我们校长遴选要好好来选那时候董事会呢，他选择校长呢，他还是利用他民国100年的时候，他自己制定的校长遴选办法，叫做校长选聘跟解聘办法。然后他把这个选聘跟解聘把它绑在一起，解聘跟校长遴选有什么关系？他故意把它绑在一起，而且里面又增加了很多解聘条件，所以这个被教育部驳回打脸，说这个是违法。你选聘就选聘了，还要加上解聘，解聘在私校法里面已经规范很多了，很多解聘的条件。所以第一个，他这个方法是违法的，他把解聘加进去。第二，他这个办法里面呢，他的委员遴选委员跟我们在校务会议通过的办法，我们有一个办法叫校长遴选委员会设置办法这个办法是我们在民国106年的时候校务会议通过的那这个办法里面他写他的委员有17人，董事会的只有11人那17人里面有那个校友还有职工学生当然有老师。那17名委员里面，我们老师就占了11位，但是董事会的版本，老师他没有明显说几位，他只说老师的叔叔不能够小于1/2所以在委员的数目来讲，老师的数目缩小很多。那我们这个版本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加上学生有占有率我们让学生有参与校长遴选的机会，表达他们的意见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当然最大的荒谬就是董事会版他的委员，他也有4个列就是老师职工还有校友还有社会人士，他这个4个列都是他自己挑选出来，也没有什么遴选的办法像我们的版本校务版本，像老师他已经要全校的教授先普选完了以后，要普选20位出来，再交由校务会议来通过选11位。学生也是一样职工也是一样。那校友就我们校总会来推荐，到后面都要经过校务会议通过
所以我们的办法非常好，所以学生觉得说，哎，这个办法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办法，可以选出很好的校长，所以他就跟我们校友会联合，我们那时候是校友会，还有我们的学生会，还有医雅药护的系学生会，共同来发一个陈情文给教育部。那我们联署的名次是有1217人，那因为有些是网络联署的不方便，所以我们就用手写的医学系的300多份呈递上去，结果就被他全部就转给董事会。这个教育部高教师很奇怪哦，像我们以前我们在董事遴选的时候，在补选的程序，我们也觉得非常有问题，我们也跟他澄清，他就把这个澄清函直接就转给董事会。说董事会他说你有问题啊，你们自己跟他解释，看问题在哪里啊？我跟教育部澄清，我就是要叫你去调查，他问题就是出在哪里，就像我们讲的问题出在那里，你要去调查。哦，他就叫董事会自己跟我们解释。这整个的心态，我觉得高教师是师长哦，整个的心态好像是在整个在维护董事会哈。我以这样简单的报告了。那么今天我们是以校友会的身份来支援我们学生，来声援他们哈。我感觉到这个公益的事情，我们校友会也要站出来啊！谢谢各位。